以前很憂鬱的，我以前很悶的，後來我一旅行了，我就知道哦，原來人家可以這麼活的。在印度山上，整天就煮雞給我吃，那個老太太，我說我不要吃雞了，我要吃魚啊。老太太說什麼是魚嘛？太太沒看過，我就拿着紙畫了一條魚給她。你沒有吃過，真可惜啊。老太太望着我，先生，沒有吃過的東西有什麼可惜呢？一句話罷了，就把你的人生的貪婪啊什麼都喚醒了。最近因為蔡瀾離世啦，所以 YouTube 上有好多佢嘅訪問。咁我開始睇佢嘅訪問啦，咁發現咧佢講嘢真係其實好有人生智慧，好值得欣賞嘅。咁譬如啱啱嗰段片咁啦，就係講到有個印度婦女，佢都從來未食過魚嘅，然後咧蔡瀾講一句話，咁樣太可惜啦。然後呢個婦女咧就答：我都冇食過，點會覺得可惜咧？咁然後呢句話咧，其實係充滿住人生嘅智慧啊！因為我哋而家現世嘅人啦，我哋每日都睇手機啊、上網啊，然後會睇到人去邊度旅行啊，去咗邊間高級餐廳啊，人生好精彩啊，然後我哋好似不知不覺地覺得自己係缺少咗一啲嘢啊。咁呢個就係我哋帶住一種匱乏心，但事實上我哋要真真正正去諗下，我哋有冇真正咁缺少到呢？定係我哋只係見到人有，我哋冇，所以誤以為自己應該要有，所以咧就活咗喺一種抑鬱入面咧。咁而家咧有 social media 嘅年代啦，其實係多咗好多人有抑鬱症。咁呢個亦都係原因之一，就係我哋不斷睇到人哋嘅生活係點，然後我哋好想過人哋嗰個生活啦。咁當冇人喺呢度管自己，冇人喺度去愛惜呢個自己，然後我想過你嘅生活，等於咩啊？等於我係想活一個不是我的人，等於我哋冇做緊真正嘅自己啊！即係我哋想做 someone else， 我哋想去過對方嘅生活，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好抑鬱嘅原因嚟嘅。所以你要去諗下，就算我譬如一生去冇着過名牌，譬如啱啱個印度婦女，可能佢冇去過外國旅行，咁係咪代表佢少咗啲嘢呢？甚至你可能冇拍過拖，冇出過國，係咪代表你活得唔夠精彩呢？所以當我哋唔去比較嘅時候呢，其實我哋已經係本自具足。咁所以真正嘅富有係咩呢？唔係擁有啲咩啊，而係心裏冇匱乏啊！真正嘅富有係唔需要擁有啊！哇，呢個係咪勁高嘅智慧呢？所以真正嘅自由咧，亦都係你可以選擇活喺自己嘅部分入面，唔需要被世界去定義你嘅生活。咁所以咧，人嘅精彩唔係你嘅應該，其他人嘅有亦都唔係你嘅遺憾。所以你嘅人生咧係唔需要模仿其他人嘅樣嘅，亦都可以變得完整無缺、本自具足。呢個就係我哋真正嘅自由、真正嘅幸福、真正嘅快樂。咁好多謝蔡瀾帶咗呢份智慧俾我哋，願佢安息，亦都願所有嘅眾生快樂。